一批中國珍貴郵票週末會喺本港拍賣，估計價值超過4500萬。一齊睇下。呢位着咗綠衫嘅姑娘係成個拍賣會嘅焦點。睇唔到？話嘅係呢張郵票，紅印花做底，上面用綠色油墨加蓋大清郵政同埋暫作洋銀2分等嘅字樣，喺郵壇稱為綠衣紅娘。佢喺1897年，即係清朝發行，全球只係剩低9張，其中2張喺博物館。市場估計身價已經升到800萬至1000萬港幣。如果以依個價成交，會成為最高拍賣價嘅中國郵票。And one of the trial printings was to print the value in green. And they realized that the green, nobody could read it, so they overprinted everything, the remainder in black. So of the green trial printing, there were only 9 examples that survived. 其他拍賣品仲包括民國5珍，係5張珍貴嘅錯體郵票，包括呢張帆船倒蓋票，仲有頭像倒轉咗印嘅孫中山像郵票等等，5張市價約300萬。今次嘅拍賣會有超過2000件嚟自大陸、台灣同埋亞洲其他地方嘅郵品，預計總成交額超過4500萬港幣。無線電視記者郭嘉欣報導。